大家平安啊！欢迎来参加第130回的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咱今仔日的节目吼有较特别啦吼，咱是请到两位吼，因第一位吼是即个王俊元吼，伊是算说讲伊是专业的啦吼，伊是专业来咧做即个 YouTube 吼，较顶下伊会甲恁介绍吼，较慢慢讲过吼。伊是有2000哦，我伫面册哦，小可甲大家报啦吼，报讲伊有2000万的迄个点阅数吼，伊今仔日甲我讲甲1000万啦，吼，要紧咱加减仔报一下嘛，袂要紧啦吼。伊拄啊好，我会含伊熟悉，伊是我好朋友的后生吼。即边1月的时阵去参加咱的即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台湾的。即个见面会的时阵吼，我有去找因吼，互伊请啉迄个足好啉的咖啡吼，较知影讲，伊甲我讲，因即摆伊的订阅数吼9万几个啦吼，拢用华语咧讲，所以我就甲挑战啦吼，讲你若到10万的时阵吼，你爱加入来阮论坛用台语来甲恁大家吼报告一下安尼啦吼，所以就今仔日的来源啦吼。Lisa 吼，是我看伊，我是算伊的粉丝啦吼。伊有做一个即个娃娃 TV 吼，娃娃的 WAWA 吼，娃娃 TV 吼。伊抑搁咧读伫伯克利大学的时阵，我就注意到啊啦吼。所以我就迄阵差不多1冬外前，我就甲伊讲，你做即个 YouTube 遮尔啊好吼。敢会当，阮嘛有一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你敢会当来互阮大家熟悉一下安尼啦吼。伊迄阵也讲较无用，伊就讲无当时吼，所以干若要甲约要1冬外，今仔日较会当甲请到伊啦吼。咱除了今仔日即个题目了后吼，讲咖啡的题目了后，咱搁过2礼拜3礼拜吼，咱会搁请俊元转来吼，伊要来甲大家试论台湾。自媒体的商业模式啦吼，所以迄阵啊就较讲着讲伊安怎做 YouTube，YouTube 内面吼有啥物款的机关吼，要咱去分析遐个数字吼，我想大家真趣味要知啦吼。咱嘛会搁另外安排一个时间，请 Lisa 吼转来分享讲伊安怎做才会变做 YouTube influencer 的即个经历啦吼。好，安尼无，我即摆我就先来即个来请俊元吼，你先来简单来自我介绍一下，好无？好。大家好，我是俊元今日真欢喜吼，会当来到遮来甲大家分享台湾的咖啡。我即马是伫咧 YouTube 顶悬咧做影片，主要的内容咧是咧做咖啡的介绍。大家会当伫厝内家己来做咖啡，还是会当去熟悉较侪无共款的咖啡。所以我的主题目前拢是以咖啡为主。今日非常欢喜会当来到遮，好感谢。安尼你台语讲了有正白啦，所以你过去你感觉用台语来介绍咖啡过？毋捌用台语来介绍咖啡。安尼阮即个论坛真有福气呢，会当互一个有10万订阅数的即个influencer YouTuber 来到阮的中间吼。你敢会当甲介绍你后壁迄块牌仔是啥物款？你咱摕互别人看一下无？他主要就是讲即个10万啦吼，10万就是 YouTube 吼会当伊就会送我一块即个奖牌啦吼，这是纪念即个10万的订阅的一个奖牌。即摆足侪人有咧看 YouTube 的影片吼，但是大家较无爱去饲迄个订阅啦吼，所以变做即摆吼要会当到即个10万，其实真正是无简单我嘛是。等政府才等着，嘛是感谢有看我影片的人的支持啦吼。你讲你嘛有做影片嘛吼？你讲你影片你做几千块，敢是？对吼，因为其实咖啡的这内底代志真正足侪啦，我各种拢去甲做，所以到即摆吼已经超过1000块影片伫咧我的 YouTube 顶悬啊。哇，是拢有关咖啡的，还是讲完全有关咖啡的介绍？
较早期我嘛是有咧试各种无共的物件啦吼，因为当初是我的即摆的即个频道叫做玩室啦吼，啊，即个玩室是我差不多伫咧2015年的时阵，我真正有开一间餐厅吼，叫做玩室。啊，内底我就希望会当推广台湾吼真侪好的物件伫内底，所以迄个时阵我有做一寡料理，我嘛拢尽量用台湾的食材伫内底。啊，像我的饮料，哦，像茶，当然就用台湾的茶，咖啡用台湾的咖啡，哦，还有台湾各地，吼，像我的阿嬷伫公山，啊，公山的迄个蜜，哦，做有名的，所以我用公山的蜜，哦，啊，像台湾迄个南庄有桂花，哦，桂花，来做一寡饮料，哦，所以我迄个时阵就希望讲，其实我做这个品牌，就是要甲台湾好的物件介绍互大家。所以早期我伫咧即个原始的频道内底是有介绍足侪物件。尾啊，我发现讲大家对咖啡较有兴趣，所以到尾啊才集中伫即个咖啡即个主题。哦，安尼无简单呢吼，哦，按做餐厅啊，做甲变做 YouTube influencer。我知影讲哦，你上早吼，你做 YouTube 你是替即个对宝岛新声吼，甲因的节目甲伊放去你 YouTube 的，是你开始敢是？拄好中有一档啦，就是三档进前，迄个时阵我的餐厅吼，我也感觉讲做餐厅真正足忝啦，所以我甲餐厅先收起来。啊，因为报道新社的头家，我甲伊有熟悉，啊，因是传统的广播电台，因嘛想要来用网络的方式，互佫较侪人听到因的节目。所以迄个时阵我拄好有闲，啊，我想讲，就来甲伊合作，互我替因甲因的节目会当放伫网络顶悬嘛。希望讲因的节目有真侪真好的台语的内容，啊，互佫较侪网络顶悬的少年朋友拢会当听到安尼。哦吼，你讲的头家是迄个赖清贤总经理嘛吼，赖清贤嘛吼。啊，伊嘛有来参加2019年的时阵吼，伊嘛有来参加咱伫洛杉矶的第23届的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啦。啊，所以我8月顶8月时阵，转去参加即个台语营的时阵，世界台语文化论坛伫仙台遐吼，啊，有去台北接受伊的访问啦。好，安尼好，安尼真感谢你来吼。吼，较顶仔你会当去继续讲你的专业啦吼。啊，即摆来，敢会当请 Lisa 吼，Lisa 来简单来自我介绍一下，好无？啊，好，大家好，我是 Lisa。我即摆伫加州旧金山湾区即边伫教琴，我咧教 violin 啊。平常时嘛有咧做一寡台语相关的 YouTube 影片。嘿，咱拄仔咧开讲的时阵，你有讲着讲，你介大生咧做 YouTube 的时阵，是你还搁伫加州大学 Berkeley 的时阵，你有做一个华语的频道，啊，主要是咧介绍互国外想要来美国读册的人听的嘛吼。你敢会当简单嘿，小介绍一下？好，迄个时阵我就是讲，因为我伫遮咧读册啊，有真济阿姨阿姐啊，因就会问我讲，你是安怎去申请着伯克利啊？我就想讲，好啊，安尼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安尼我就甲做一个影片，然后以后若有人要问的时候，我就叫伊去看影片就好啊。所以就是安尼开始的。啊，所以你迄阵仔你的观众就是足国际性的啦吼，可能中国、嘿，香港啊、马来西亚、台湾，逐位拢有就对啦吼。嘿嘿。啊，你因为迄阵仔，我迄个时阵，因为我是为社区大学，我是先读社区大学，较转去伯克利的，哈哈哈所以就是我就是甲大家教讲，安尼嘛是一条路会当行。，OK OK。啊，嘿，所以你是安怎改做用台语来做 YouTube 的？你迄阵仔是拢用华语嘛吼？啊，嘿嘿。你是安怎？是啥物款的因缘？你想讲要来转过来做台语的 YouTube 即个？就是其实我一开始我就是我嘛是咧试真济物件，我嘛有做一寡
台语的，迄个时阵是用华语咧做，然后诶诶，然后我就发现迄留学即块较侪人会看，所以我着做真侪留学相关的题目。了后，我毕业了后，我就发现做的物件会当做的物件愈来愈少啊，所以我就想讲，我阁有啥物货当做。然后我就发现讲，有真侪人咧教，咧做教英语啊、日语的影片，啊，台语即块着诚少，所以我就讲因为我其实自细汉我嘛是拢讲台语，所以我讲我台语嘛算是袂歹啊，我就甲捡起来做啊。哦，啊，你即摆的订阅数是2万吼，还是共要3万啊？应该你是是共要娃娃 3万啊，TV 共要3万啊？啊，应该是共要3万，3万1， 3万1啦吼。吼，拄则嘿啊，俊元有讲即摆的人吼，因为今仔日的资料可能足无爱共订阅啦吼，所以又要到3万的订阅嘛是无简单啦吼，所以甲你恭喜啦吼。啊，你差不多即摆你偌久出你的娃娃 TV 吼？你偌久出一遍？差不多一礼拜出一支，一礼拜出一支吼？嘿，啊，一支内面吼有来听的迄个 view 吼，平均差不多几个 view？我看者，差不多200-300个吧，吼，啊，你个袂歹啊嘿，吼。哦，阮若要拼到100个，就拼到平平喘。咱敢会当过来讲你的语言环境嘛吼？拄则咱咧开讲的哦，时，其实你有讲你是读到小学3年伫台湾读嘛吼？啊，到尾嘿你对，的是大人爱走去中国做生意吼，所以其实你是伫天津遐读即个美国学校嘛吼？嘿。啊，你是安怎足济逐个人咧想讲，啊，若差不多走去中国读册吼，啊，台语就拢会袂记哩吼，还是讲，你会感觉讲，敢会当甲逐个介绍讲，伫中国美国学校遐吼，遐咱台湾的学生侪啊少，吼，啊会晓有机会含你讲台语的人侪啊少安尼。哦，我读我伫中国读的是算是双语学校，所以阮学校是中国人较侪，啊，阮台湾人伫差不多3-4个无侪啦，所以阮迄个时阵，阮几个台湾人啊，想要讲一寡较秘密的物件，阮就拢会用台语来讲。哦，安尼吼，好好，安尼真多谢你来吼，啊，咱今仔日吼，个机会，咱即个节目吼，含过去有较无共款啦吼，咱主要是请两个，因拢是毋是对台语出发啦吼，拢是对因的专业啊有咧做 YouTube 吼，啊，伫 YouTube 也相当有够遐的即个影响力吼，啊，咱即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吼，咱的宗旨真简单啦吼，咱就想讲要邀请吼。伫安尼无共行业吼，遮个人爱用台语吼来分享因咧做诶物件啦吼，啊真感谢恁两个吼，啊会当用即个时间，我知影台湾嘛真晏吼，啊即个 Lisa 吼，伊是住伫湾区遐吼，算真早就爱爬起来吼，啊所以真感谢恁两个，啊我知影 Lisa 今仔日伊8点半还佫有一个课吼，啊所以敢会当咱先请 Lisa 吼，咱今仔诶方式就是讲，咱先请 Lisa 来问一寡伊对嘉宾诶遮个有关诶遮个想要知诶代志吼，啊然后伊会当先离开吼，啊来了请即个俊元吼，啊伊讲吼，看要讲40分1点钟。哦，啊了后，若是讲佫拢无人要问，伊嘛佫继续佫讲1点钟嘛，拢无问题啦。哦，啊，所以咱就是我是来操蛋讲吼，阮即个论坛吼，一向吼咧发问的时间拢足踊跃的啦吼。啊，毋过阮过去咧谈论的论坛
议题拢是咧讲语言啦、讲文化啦、讲艺术吼，逐个拢讲袂了吼。啊，阮遮老伙仔大部分啉茶迄款吼，啉咖啡毋知安怎，所以我无把握讲。阮今仔日即个咧问问题吼，是毋是会当讲诚方便利安尼啦吼？好，安尼无咱就先请 Lisa 吼，你有想要知影有关咖啡的问题，先来问俊元哈。好，安尼就请你来开始哈。好，我嘛是拢啉茶较济，啊，无咧啉咖啡，因为我是惊讲我啉咖啡会困袂去啊。其实我因阵伫我因阵有甲朋友去 Starbucks 啉过咖啡，毋过我毋敢啉咖啡，因为我惊会苦，所以我拢点迄摩卡冰刷迄种的，基本上拢是巧克力豆的味较济啦，所以我要毋过我啉迄摩卡的时阵，我啉落去，我下暗会困袂去，所以我毋知影这是咖啡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还是对，是咖啡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是咖啡品质的问题，还是安怎？嘿，咖啡内底有咖啡因，吼啊，这个成分会互人困袂去，所以一般有人会讲，这个啉咖啡吼会困袂去，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当然，甲咖啡的品质嘛有关系，啊，甲伊的品种嘛有关系。吼，那咖啡的品种会当先分做两大类啦，吼。第一个叫做罗布斯塔，吼，啊，第二个叫阿拉比卡。啊，即马大家若是去店里要点咖啡，吼。伊若是阿拉比卡，伊拢会特别写出来，因为阿拉比卡是较好的品种，伊的咖啡因较低，啊啉起来较好啉，有较侪花的香味，也是水果的气味，啊啉起来足好啉，啊搁较袂困袂去，啊这个问题其实是足侪人拢真想要知影啦，因为我家己伫我的频道吼，我每一个拜四的暗时，我拢会做直播。啊，迄个时阵是台湾时间差不多8点开始，我开始直播，我就开始来做咖啡，来啉咖啡。啊，做侪人拢问讲，啊，俊元啊，你遮暗咧啉咖啡，你敢会困袂去吼？啊，其实即马你若啉的咖啡是较好的咖啡，就是这阿拉比卡品种的咖啡，伊甲罗布斯塔比起来吼，伊的咖啡因敢若伊的1/3尔，所以较早的人咧啉咖啡，有的人甲当做是咧要啉提神的饮料，所以颠倒有的人是爱咖啡因较重的，所以你若是要啉了做提神的，要困袂去的，你就爱拣罗布斯塔的品种。啊，你若是要啉好啉的，无爱困袂去的，你就爱拣阿拉比卡的这个品种。啊，伫阿拉比卡内底呢，佫有一种特别的一种叫做天然的低咖啡因的咖啡，伊的品种叫做尖身波旁。因为伊生做尖尖啦，所以伊号做这较尖的这形体的波旁的这个品种，啊，伊这个品种的咖啡因，佫是一般的阿拉比卡的差不多一半以下，啊，所以你若是想要啉较天然的，佫较无咖啡因的咖啡，你会当先选阿拉比卡。啊，阿拉比卡内底，你若要选上低迄个品种叫做尖心波旁，啊来啉的时阵，你就较毋免烦恼讲你会困袂去。啊，啉起来佫真好啉安尼。啊，你头拄仔有讲着，迄有诶是有水果味、有花诶味诶较好啉嘛？啊，这是讲种诶时阵，就有用遮诶物件落去种，也是做肥料落去种，也是讲这是后内底制作诶时阵较加落去诶物件。咖啡伊咧种诶时阵真趣味吼，伊种伫无共款诶所在，伊出来诶味会无相共，所以咱叫做地角之味啦，就是种伫啥物所在，伊会有出来无共款诶味。所以你若去咖啡店咧点咖啡诶时阵，你会发现讲，伊足侪即个选择吼，伊拢是用地名，比如讲定定听到即个伊索比亚，还是讲即马较有名诶巴拿马，遮拢是。伊用地名来区分，因为可能同款品种种伫无同款所在，伊的气味就较无共。啊，像种伫非洲的咖啡豆伊啉起来就较有一寡像花的香味，也是水果的香味。
啊，若是种伫亚洲这边的咖啡豆啊，伊啉起来较有一个草药味，拢各个每一个所在伊的特色无啥共，所以第一个是因为伊种伫无共款所在，伊的气味无共。啊，第二个就是伊的品种无共，因为品种像即马有一个做有名的叫geisha，geisha 这个品种，伊啉起来自然都有一个这个奶汁的味，啊，佮有玫瑰花的香气，这是较早别的品种无的。所以有诶遮特殊诶气味是因为品种诶关系所产生诶。啊，咖啡伊采收落来了吼，伊爱个后壁爱个制作，爱个后壁来处理。啊，这个处理诶方式无共，嘛会造成咖啡啉起来气味无相共。所以即马你若去咖啡店点咖啡吼，有人讲我拢看无啦，写一大堆，伊个写啥物所在种诶啦，佮讲啥物品种啦，讲啥物处理法啊，但是你若看有诶人伊就会当选择讲啥物方式。做出来咖啡是上下伊的口味，所以这是每一个制作的这个方式拢会造成伊气味的无相共。所以你讲的这个像讲花的香味啊，还是水果的气味啊，有人了想讲你是不是买啊再掺啥物物件入去？其实若是真正啉好的咖啡，伊这个气味拢是自然产生出来。但是像你若讲这个Starbucks 的，伊可能就会直接写，比如讲你讲摩卡，伊就是加巧克力入去。还是讲伊可能直接写玫瑰的这个 latte， 伊就是加玫瑰的香料入去，这是上尾啊，是这个调的啦，但是咱若讲这个，咱讲单品的这个咖啡来讲，迄是真正咖啡豆啊本身就会当产生这款真特殊的香气出来。哦，好，好，安尼我阁有一个问题，就是讲，伫厝里安怎煮咖啡才会香？因为阮小妹甲阮阿母因着足爱啉咖啡的，因有时阵着去啉着去咖啡厅啉着好的咖啡，因着会买迄个豆仔转来，煮出来味着甲咖啡厅煮出来味着无共，所以想要讲，想要问讲这要安怎煮？我才甲教。伫厝内底家己要来做咖啡其实有几个较重要爱注意的第一个，伊的原料上重要啦就是咖啡豆仔上重要所以你爱去拣到一个好的咖啡豆仔，甲合你的口味的咖啡豆仔因为有当时咖啡豆仔毋是讲品质歹可能拄啊好伊的气味毋是合你的口味所以第一个你爱拣到一个好佮合你的口味的咖啡豆仔第二个最重要的代志，足侪人会无去注意到，就是水因为咱咧做咖啡是用水甲咖啡内底的气味去甲伊储出来所以即个水有人想讲我若用足贵的水是毋是较好其实无一定这水咱会讲伊的即个硬度啦爱伫差不多 TDS 100左右像若伫台湾若是买迄个进口的矿泉水迄足贵一罐拢台票大概几啊十箍但是进口的矿泉水迄伊的 TDS 拢冲到300以上，所以用迄足贵的水来冲咖啡，颠倒无好啉有的人想我用足清气的水，叫做 RO 水RO 过的水，伊的 TDS 可能拢是应该是0啦，或也是讲纯10以下用即款水来冲咖啡迄咖啡的气味、香气拢无法度出来。所以你若伫厝里用的水，你是爱注意者，讲袂当用伤甜的水，嘛袂使用伤软的水。专门咧研究咖啡的这个协会因有讲，就是讲伊的 TDS 伫100左右的水是来冲咖啡是上好的。所以这个水爱去注意像做侪人有啉茶嘛，像台湾人做侪人咧啉茶伊咧泡茶的水个。特别去山顶去灌这个山泉水来会较好啉。我即摆咧听一个，伊迄是伫美西，有一寡台湾人，拢咧讲一寡甲咱台语有关系，但是因迄个团队我无完全赞成的。好，安尼继续我来关起来歹势。安尼就讲到水嘛，第三项就是要甲豆仔。要磨做咖啡粉的这个机器嘛真重要因为这个机器若无好的时阵有当时好的豆仔，你磨了伊的气味怎走去所以有的人拢感觉讲是毋是我这个冲的技术歹啦其实你技术影响的这个
这个口味吼是较少的，是我头拄讲的三个较重要。第一个就是咖啡豆啊本身啦吼，啊第二个是水，吼，咱去选差不多 TDS 100左右的水。啊，因为大家伫美国我较无熟啦，那伫台湾吼，台湾的朋友你会当去迄个商店会当买叫做波尔水，吼，这个金车这个企业伊有一支水叫波尔这个水，啊伊就是来冲咖啡是做拄好的水，吼。啊，第三个就是你这个咖啡粉吼，上好是你要冲进前才磨，吼，因为你若是磨了吼，伊迄芳气吼，大家若是磨过咖啡，可能就会感觉着哦，迄咖啡足香的。但是你闻着迄香，就代表伊的香气一直走去啊。啊，有的人的这个习惯是讲，我买的时阵就请咖啡店替我磨好啊。啊，但是你若早倒来厝内吼，可能过一礼拜、2礼拜吼，伊迄香味拢走去啊。你搁要来泡的时阵，伊迄个气味就差真济去啊。哦，所以若是要啉到上好的咖啡，就是爱家己伫咧冲咖啡进前再磨这个豆仔是上好的。哦，差不多注意这几项，应该都有机会甲咖啡店的这个气味伫恁兜来甲冲出来。哦，安尼我想阮兜应该是水的问题啊，阮兜是用 RO 水，熬水的对影响是真大哦。嘿，对啊，对啊，因进前因搁有 message 的咖啡厅讲，我若冲出来味无共，系啊，好，安尼。安尼以上就是我的问题。好，多谢感谢吼。我听着恁咧讲吼，啊，我嘛遮嘛家己泡一杯咖啡吼，连我这足大，啊，我就是去 Costco 买吼，啊，我嘛用 RO water 吼，啊，所以无怪吼，我气味含伫台湾去啉正原的咖啡吼，确实有差一截啦吼。好，安尼无吼，哦，拄则我有伫咱咧开讲时吼，我有听着即个迄个论点吼，伊咧讲哦，即个准元嘛有泡茶呢，哦，啊，所以讲伊可伫阮遮有人是你的粉丝呢，吼，介绍即个阮内底即个主持人吼，迄个每个月的第一礼拜主持人吼论坛吼，伊嘛有咧看这个影片吼，所以你可能你嘛捌讲伫你的论坛，你嘛有讲泡茶的代志。好，安尼无吼，咱就请即个准元吼啊开始来分享吼，啊，咱今仔日实在是真有福气吼，咱会当请到一个吼有10万的订阅数的一个 YouTuber 吼，来遮和咱分享有关咖啡的专业啦吼，啊，这嘛是真符合咱即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的宗旨吼，真简单，就是讲。请无共行业吼、无共所在、无共年纪的人吼，啊，用台湾话啊来讲因的专业吼，安尼就是咧讲咱的台湾文化吼，啊无准元请。感谢哦，今仔日真欢喜有这个机会会当来甲大家介绍台湾的咖啡哦，因为真侪人伊毋知影讲台湾的咖啡吼，其实真正是足厉害、足好的哦。啊，台湾种咖啡的这个历史吼，其实是为这个1880年这个年代吼，英国人就捌摕这个咖啡树仔的这个籽吼来种吼，啊，迄个时阵无真济啦吼，种差不多100丛尔。啊，可能是英国人因家己爱啉咖啡，就种一寡家己来啉吼。啊，但是目前有记录的上早的时阵，就是伫1880年代都有人种啊。啊，到尾也是日本人来的时阵吼，因为日本人因较早去接受着西方的文化吼，所以日本人已经爱啉咖啡啊。但是咖啡吼，伊咧种的所在是爱伫较烧热的所在。哦，那伫台湾来讲吼，爱伫即个北回归线以南哦来种咖啡较适合。所以以日本来讲吼，日本人因爱啉咖啡，但是因无法度种咖啡。所以迄个时阵，日本人伫台湾的时阵，吼伊就发现讲，台湾会当种咖啡。所以迄个时阵是日本人开始较大规模的来种咖啡，甚至种甲吼供应互因日本人家己啉以外，佮外销去别个国家。迄个时阵日本人拢有调查讲，啥物所在会当来种咖啡，啊，就是即马大家可能较常听到的迄个高坑吼，也是讲嘉义吼、台东、花莲，迄拢是自日本时代就咧种咖啡的即个记录吼。啊，尾啊，日本人即个转去了，吼，有一段时间就变得有无去啦吼。
但是美国人来尾啊，美国人嘛爱啉咖啡，所以美国人来的时阵呢，佫开始来种咖啡但是尾啊，等美国人嘛佫走了就因为迄个时阵呢，台湾人佫袂晓啉咖啡啦，所以变做咖啡种出来无人买所以有一段时间就拢无人咧种咖啡一直到即个2000年的进程迄个时阵有发生地动嘛921地动佫有迄个时阵风台来就电就是迄个山崩啦土石流啦落土落较大的时阵迄个土石就安尼冲落来迄个时阵政府就去看讲到底是啥物问题才发现讲即个山顶拢浸冰冷冰冷浸伤济了，迄个水土的保持都真歹所以落雨落来，伊即个土石就冲落来所以迄个时阵咧想办法讲有啥物方式会当来改善尾即个政府的专家就发现讲咖啡是一个袂歹的物件因为咖啡种落了，伊的根较深，所以会当做水土的保持咖啡佫有一个特色，就是讲伊无爱晒日头。所以伊真适合种伫别个树下骹所以迄个时阵政府就想一个办法，讲甲遮种槟榔的农民讲你槟榔树先莫撤掉偌紧，但是你下骹先来种咖啡安尼下骹的咖啡树先甲即个水土的保持做好互即个做槟榔的即个农民伊嘛较袂反弹啦，无伊这是因的经济来源嘛你若叫伊莫种槟榔，伊一定会抗议抗争嘛，所以就想即个方式佫袂歹讲你槟榔继续种无要紧，但是你咖啡树先种落你种落了后，你槟榔有收入佫加一个咖啡的收入安尼听起来佫袂歹啦所以真济即个种槟榔的农民就开始落去种咖啡毋过咧，即个咖啡种出来了爱卖嘛。但是迄个时阵，大家拢毋知影台湾有卖咖啡所以政府就爱过来宣传来做一寡活动来卖遮个咖啡。所以迄个时阵，伫咧2000年的时阵，大家都有听讲台湾的古坑有种咖啡种咖啡就办一个即个咖啡节来做一个宣传，来介绍互大家来买咖啡。迄时阵足侪爱啉咖啡的人嘛，感觉讲较早拢毋知台湾会当种咖啡啦即马台湾咖啡种出来了，爱来啉看卖嘛特别去古坑来买一杯咖啡啉看卖，结果啉落了怎啊惊一跳啦是安怎惊一跳第一个是讲这咖啡有够贵啦是安怎咖啡会贵台湾的咖啡贵是因为台湾的人工、台湾的土地等等的成本拢真悬嘛因为咱比较的对象是讲像市面上伊索比亚因的非洲的国家咧种咖啡因遐的土地甲人拢足俗的啦所以迄个时阵你可能一磅的伊索比亚的咖啡可能100外箍、200箍台币都买会到，但是一磅的台湾咖啡你可能爱2-3千箍以上才买会到啦几啊杯计数。大家想讲，台湾家己的物件爱支持嘛，较贵嘛，来甲啉一杯，结果啉落了佫足歹啉足歹啉大家拢感觉讲台湾的咖啡哪会种佫贵佫歹啉啦是安怎会歹啉？就是因为种咖啡其实是一个专业的技术迄个时阵咧种的农民真济，就是拄仔讲的，伊是咧种槟榔的啦，伊根本毋知影咖啡要怎种，怎做所以当然做出来气味。颠倒佫输迄个伊索比亚的气味啦所以伫咧迄个时阵大家拢惊着，想讲台湾的咖啡较会佫贵佫歹啉佫加上讲有一寡较歹的厂商伊用进口的咖啡去假做台湾的咖啡佫揽做伙卖怎去互人掠着所以伫咧迄个时间台湾的咖啡变得佫贵佫气味佫无好信用佫无好。所以有一段时间，台湾的咖啡，互即个台湾的咖啡市场，感觉讲印象无好啦毋过好佳在有一寡农民伊是真正想要甲咖啡种得好伊去研究讲要怎来种咖啡会较好经过差不多8-9冬的时间伫台湾其实嘛愈来愈侪人咧啉咖啡，所以嘛有专门咧研究咖啡的
即个专家啦吼，伊拢会去看讲，全世界吼每一档有啥物好诶咖啡。啊，美国吼有一个即个 SCAA 吼，这是美国诶精品咖啡诶协会，伊每一档吼拢会去拣吼即个咖啡，就是讲较好诶咖啡会当送去遐，互伊去比赛，啊，伊会甲即个名吼摆出来。啊，有一工即个专家吼，伊就看讲，即个台湾诶咖啡吼，伫咧即个2009年即档吼，既然呢进入吼伊即个第11名。哦，一个台湾的咖啡变成第11名，哦，啊，这是真无简单，因为全世界有几啊百个咖啡送去比赛，哦，会当进入了第11名，哦，这是真好的成绩啊！啊，这个专家就紧去查，紧去问讲，到底是对一个台湾的咖啡园吼，拢无听过，啊，伊就去问嘛吼，啊，伊去登记的吼，是一间伫咧台南的公司啦，吼。啊，伊就感觉讲奇怪咧，即无听过即间公司咧种咖啡，但是伊嘛是想要知影，就敲电话去问哦。啊，敲电话去问的时阵，即间公司的电话接起来吼，伊就问讲啊，恁是毋是有种咖啡啊？有送去比赛？啊，对方就讲无啦无啦，我是做迄个运动用品的，我毋是种咖啡的啦，就甲挂掉吼。啊，结果吼过几工啦吼，伊才知影讲吼，因为即个公司的头家吼，啊，伊是咧做运动用品无毋对，但是伊的兴趣伫咧阿里山种咖啡。啊，伊种了吼，送去比赛，但是因为惊讲吼，你比赛若是无较好的成绩吼，互人知影会有感觉小可见笑啦，所以就交代讲，逐个拢莫讲啦吼，毋通甲别人讲伊有种咖啡啦。啊，过几工，伊收到即个协会正式的通知，讲哦，恭喜你摕到全世界第11名。哦，伊就做欢喜，就出来开记者会啦，吼，甲大家介绍讲，哦，这就是伊的咖啡园，伫咧阿里山叫做热带舞曲庄园。哦啊，这个是一个真重要的意义，就是头拄仔讲，本来大家人对即个台湾的咖啡的印象是无好的，感觉台湾咖啡贵，啊，气味品质佫无好。啊，但是因为有即个算讲是世界的肯定啦，哦，证明讲台湾伊是有实力会当种出世界一流的咖啡，哦，啊，价钱当然无法度，因为咱的成本悬，但是咱甲品质做较悬的时阵，爱符合即个价钱的时阵，大家都会当接受啊，哦，所以这是真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讲，互大家重新会当接受讲，台湾会当种出真好的一个咖啡，啊。尾啊，有真侪人其实拢有咧种。哦，那我介绍一个伫咧台湾的阿里山嘛，有真有代表性的一个咖啡园，叫做周竹园。哦，伊是阿里山遐的原住民。哦，周族因的这个囡仔啦。吼，伊这个主人叫做方正伦。哦，啊，这个正伦吼，伊少年的时阵，伊来台北读册。伊来台北读册了吼，其实伊无想要转去阿里山啊，因为吼。台北较好耍啦，吼！台北你下课了吼，伊要去啥物 KTV 唱歌啦，吼，也是要去啥物跳舞啦，也是要暗时啊做一个所在通好去佚佗啦。啊，伊就想讲吼，好无容易吼，来到台北啊，伊无想要转去啊，吼。但是因的即个家族啦，吼，因的爸爸妈妈伫咧阿里山是有种茶，吼，阿里山的茶足出名。阁有伫阿里山种兰花，哦，其实台湾的这个兰花嘛是种了真好，哦，拢外销。啊，所以因伫遐其实是发展了袂歹，啊，伊需要这个少年人转来阿里山甲斗做啦，哦，啊，才会当甲因的这个家族的这个事业吼，继续甲经营落去。哦，所以迄个时阵因就甲这个正伦讲吼，这个你转来，哦，你转来阿里山吼，爸爸送你一台车啦，哦。啊，结果吼，即个正伦吼想讲，有一台车袂歹啦吼，伊就伫台北毕业了吼，就转来去阿里山吼。啊，可能正伦想讲，因爸爸要送伊一台跑车啦吼，结果送伊一台货车，互伊好载货啦吼。反正这讲生笑的啦，吼，这伊嘛是友好啦，要转来即个家己处理来行李吼，来斗相共。啊，但是就头仔讲嘛，伊伫台北本来每工暗时吼，做趣味的啦，做者所在通去佚佗啦。啊，转来阿里山。暗时暗暝暝的时阵吼，拢毋知要创啥。啊，但是原住民吼有一项啦，就是因若无代志吼，就会去山顶拍蜡吼。啊，拍着啥物物件吼，伊就起一个火，就开始烘吧，吼，就开始烘起来吼。啊，烘起来了吼，伊拄啊看着讲吼，因老爸这个地园边啊，吼有种一寡咖啡树啊。
哦，因为迄时阵咖啡树啊吼，伊会当发较悬，你若无去甲修正吼，伊会当发甲3、4公尺遐悬，所以有的人会用这个咖啡树啊吼来做伊的这个围墙，吼，还是做这个防风的这个吼，会当做一个墙就对了吼。啊，伊迄个时阵伊无做咖啡，只是甲种伫边啊，吼，啊伊就看讲迄个咖啡树啊顶悬吼，有迄个咖啡的这个果子吼，伊就甲放落来。啊，伊就甲弹入去伊咧烘肉的迄个火内底，哦，啊，弹入去了后，伊就发现讲哇，有一个足香的气味走出来，啊，这个气味就是伊伫台北的咖啡店闻到的迄个气味啦。哦，啊，伊闻到了后，伊就感觉哇，这伊足爱，哦，所以伊就想讲吼，伊做茶、做兰花以外，伊嘛要来试看嘛来做咖啡，哦，啊，迄个时阵伊嘛是啥物拢毋知啦，伊就是。就看册，啊去找资料，讲啊咖啡要哪做，哦，咱就是讲用这个上基本的方式啦，吼，拢无去学过，都来做。啊，结果咧，伊就甲伊的咖啡吼，就甲做好势了咧。迄个时阵古坑，吼，迄阵咖啡做有名嘛，吼，啊咧办比赛，伊就甲伊的咖啡送去古坑来比赛。结果吼，伊想讲好耍尔，因为根本无晓做嘛。结果伊去一个比赛摕到冠军转来啦。哦，伊家己嘛加一条讲啊，哪会是伊冠军啊？尾啊，伊就去问伊老爸，伊想讲，敢会是吼我这个祖传的这个咖啡树啊，足厉害，伊毋知吼。结果伊问伊老爸讲，你这咖啡树啊，倒位来啦？伊讲吼，这个咖啡树啊是古坑遐来的啦。哦，结果吼，伊这个古坑来的咖啡树啊，种伫阿里山，因为伊的海拔较悬，哦，伊阿里山遐拢有超过1000公尺，伊较悬的海拔吼，迄个咖啡出来的气味会较好。啊，伊就因为安尼，伊就赢即个古坑遐咧种咖啡的农民，哦，互伊摕到冠军。我就感觉讲，安尼袂歹哦，因兜遮吼来种咖啡是真会下吼，所以伊就来开始研究讲安怎种咖啡，啊，尾来就愈种愈好，啊，大概若比赛吼，伊定定拢摕冠军啦，哦，啊，尾来过几冬了吼，就发现讲个奇怪咧，较早伊袂晓做，都摕冠军，啊，即摆伊。落去做啊，佮买真济设备来做啊，等到无法度摕到冠军啊吼，别人拢超过伊啊，伊就来反省来思考讲到底是啥物原因吼。啊，尾仔伊就看讲吼，因为足侪人当初时伊的比赛赢，是因为伊的这个海拔较悬嘛吼。啊，尾仔大家拢知影这件代志了，大家拢往为这较悬的所在去啊吼，大家拢有诶拢比较悬啊，所以。伊袂使佮干那靠这个天然的地理环境去赢别人，伊就要去研究讲安怎种会较好。啊，种了伊该去制作，哦，但咖啡的制作嘛是一个专门的技术，哦，所以伊就是去研究足侪款了哦。伊每一届比赛吼，因为伊嘛是想要知影讲，伊做出来这有成功无啦？哦，伊家己啉感觉足好啉，但是伊惊讲这个外口的人无接受嘛。所以伊可能做几啊种了吼，伊就家己去报名比赛。啊，伊爸爸嘛报名比赛，啊，伊妈妈嘛去报名，伊姐姐嘛去报名。哦，因一家伙啊吼，都报名这个七八个这个咖啡豆去比赛啦。啊，结果吼，拢总甲人摕奖转来，摕到互别人拢抗议讲，恁兜的人敢会使讲卖报遐济支吼，然后一寡奖互别人摕啦。哦，啊，这嘛证明讲伊真正是用心啊。有真好的成果哦，啊伊嘛是讲用这个方式，吼，这个正式的比赛，哦，去感觉讲，伊的品质真正有够好，啊，一直到今嘛吼，因已经进步到啥物程度吼？因为台湾吼，这农业技术实在是有够厉害啦。今嘛吼，这个咖啡咧种的时阵吼，拢已经用现代化的这个管理咧种，吼，较早。咱想讲，迄农民哦，若要压水，一定是摕一个护士讲，咱要压水嘛吼。伊即马拢已经伫涂骹拢用好伊即个哦，即个压水的设备拢用好啊。所以今仔日吼起来的时阵，伊看迄天气，哦，看今仔日是较淡还是较干。若要压水的时阵，伊家己的手机啊摕起来试的吼，即马拢有 APP 吼用试的，伊迄自动水就压落啊吼。即马已经拢是进步到即个程度啊。哦，啊，还有吼，因的即个园吼，咧整理的时阵吼，较早想讲种物件就是挖一个坑就甲种落嘛，伊毋是哦吼，伊咧种的时阵爱先种地，哦，种地的时阵爱为下骹去挖5公尺，5公尺挖落了后，下骹有石头有啥物物件拢甲挖出来，啊，再甲即个土佮甲
牵转去。啊，放转去了，伊去大诶石头就放边啊，做因诶即个围墙，吼啊，慢慢啊，因即个经历过地，吼，伊种落了伊诶即个咖啡树仔诶根，就会当真好诶去吸收伊诶营养，吼，安尼伊诶咖啡诶品质就真好，吼，甚至咧伊即摆进步到吼，因咧落肥料诶时阵，吼，较早像讲啊，看起来生了无好，就肥料一直落嘛，吼，啊落到尾啊，你若用了毋对吼，迄土地拢会歹去，因即摆袂讲乌白去落肥，哦，因会先摕一个叶啊去化验，化验了伊就知影讲吼，你即个所在是欠对一款肥，啊，你就爱落对一款肥，哦，安尼你袂无菜去，效果嘛较好，啊，你即个土地嘛才会当长远来经营啦，吼，较袂讲一时啊就种了歹去，哦，所以即摆台湾农业实在是有够厉害啦，吼。甚至讲吼，因为较早即个咖啡的品种啦吼，逐个拢讲阿拉比卡嘛，吼啊，其实阿拉比卡下骹佫有分足济无共款的品种，像即摆做流行的geisha，吼是讲较早的铁比卡，吼波旁等等足济款。啊，较早逐个拢毋知嘛，吼像有即个正论因上早的即个种嘛是为高科来的，啊人互伊就摕伊嘛毋知是啥物种，伊即摆嘛是共款哦，摕一个叶啊，吼咖啡种的树叶啊，啊去是毋是化验？用 DNA 来化验，化验出来就知影讲，哇，这是假设，还是铁皮卡，拢知影。啊，伊就会当家己做一个记录，吼，以后伊咧卖的时阵，伊就会当家己人客讲，我这是啥物品种的，哦，所以即马台湾的这农业技术吼，实在是足厉害、足够的，哦，啊，所以这嘛是我要甲大家介绍讲，台湾的咖啡，哦，即马种出来吼。会当到即个是世界一流的水准，吼啊嘛真正摕到即个世界的冠军，吼啊头拄仔介绍的是伫阿里山，哦，即个周竹园，啊另外一间吼是摕过世界冠军的，伊就是伫云林的古坑，吼头拄仔大家讲古坑咖啡最有名，哦，但是因为古坑吼伊较早种咖啡的所在，伊的关度无够，所以慢慢大家都为较悬所在去找，吼。啊，古坑的顶悬有一个所在叫草岭，哦，草岭有，若是有来台湾佚佗的人，可能有听过吼。啊，草岭顶悬更较悬有一个所在叫九壁，哦，啊，这个松月这个庄园吼，伊就伫九壁这个所在咧种。啊，其实啦吼，我即马讲伊是云林的古坑嘛吼，这是因为这个行政区咧划的关系，甲伊划去云林迄边啦。其实伊甲阿里山就是连做伙的啦吼，伊迄个所在嘛是阿里山的一部分。啊，伊即个头家吼，叫这桂中信吼，这桂中信先生，伊咧种咖啡吼，伊嘛是做有热情的吼。啊，伊会成功有一个足大的原因，就是讲，这个咖啡的种吼，有当时啊，伊为这个别个所在摕到的时阵吼，伊毋是讲做纯的种啦，吼，伊可能会烂掉。所以迄个时阵，全世界咧流行假设这个品种的时阵，伊嘛想讲伊要来种看卖。结果咧，伊摕到迄个即个种了吼，甲种落去，哦，发出来吼，有6种无共款的形发出来啦，哦，因为一般吼，台湾的咖啡园，因的规模拢无讲足大啦，哦，有诶较细，可能敢若500丛、600丛，啊，较大诶可能嘛是3、4成丛咖啡树仔尔，所以吼，每一丛拢是宝贝啦，哦，拢是毋甘去甲撤掉。哦，但是这个郭先生吼，伊做有这个魄力啊，伊就敢讲吼，伊要留上好诶啊，哦，所以伊这发出来人款发出来了，伊就去试，看做一款上好啉，伊就留迄款，啊，其他伊就无爱啊，就顶种，啊，所以伊这叫做品种诶顺化，哦，会当互伊个品种更较顺，所以尾啊，伊甲上顺诶这个介绍，啊，佮送去比赛，哦，嘛是得到足好诶成绩，哦，伫台湾嘛是定摕到冠军。还佫甲即个咖啡豆啊送去美国诶，叫做 CQI， 哦，即个专门咧比赛这咖啡诶即个一个协会吼，伊送去咧摕到全世界上冠军，哦，是世界第一的即个成绩，哦，所以这台湾咖啡好吼，毋是咱家己讲感觉对台湾有感情，讲台湾咖啡好尔，这是全世界诶比赛。哦，这台湾的咖啡送去比，拢会使摕到这个全世界第一上好的这个成绩哦。啊，而且吼，我感觉台湾的农民吼，有一点嘛真好，就是讲，伊有这个技术，伊拢会教互伊，
哦，伊边仔的这共款咧种咖啡的人，伊袂讲我头看无，我袂互别人知哦，因为像这个头拄仔讲的周竹园的这个正论哦，因为伊嘛希望讲规个阿里山即马做侪人咧种咖啡，啊，大家品质拢爱做好哦，因为伊讲伊家己周竹园即马做好无毋对，但是伊还是希望讲以后大家听到阿里山的咖啡，就是代表这是好的咖啡。哦，若是讲今仔日敢若伊好，啊，别人种出来无好，啊，大家听到阿里山嘛，感觉伊的咖啡无好，所以这对规个市场是无好的啦。啊，因拢真愿意甲因的技术分享互大家，所以即马台湾规个咧种咖啡的遮个农民遮个市场拢发展了真好。啊，阁有另外一个嘛是台湾的优势，就是讲，像咧即个种咖啡的国家真济拢是还未开发的国家啦，所以因遐个农民的即个知识，甲因的遮个机械的水准拢较歹哦。啊，像正论伊尾仔咧做咖啡的时阵，伊就想讲，我要用较现代化的设备嘛，来做咖啡的即个看守啊，一寡后壁的制作啊。你若是伫即个别个国家啦，可能你要找到遮个机械是足困难的。啊，台湾足侪遮个中小企业伊个技术拢足厉害。啊，伊为即个嘉义阿里山伊愈来找一个工厂，驶车2点钟就到啊。你若别个国家可能毋知影驶几工才有人咧做这，所以伊真紧就找到会当帮伊做即个特殊的机械的厂商。啊，就替伊去发明即个咖啡的看守的机器啊，也是咧经咖啡豆仔的机器。所以即马台湾咧做即个咖啡的农民拢是有现代化的即个机械咧甲斗相共，甚至拢用电脑咧来经即个咖啡豆啊。所以当经出上好的咖啡豆啊，品质是真悬的。所以这是咱台湾咖啡第一个，算讲是上厉害的所在。啊，这嘛是咱台湾的农业爱行的路啦。因为台湾的咖啡伊的产量是足少的。以今马来讲的产量一担差不多1000吨尔。啊，这是台湾全国加起来才1000吨。你若是国外较大的这个咖啡园可能伊一个咖啡园就超过这个量啊啦。所以台湾无法度甲别人比迄个量。啊，继续嘛无法度甲别人比，因为咱的土地成本悬，咱的人工成本悬，咱唯一会当做的就是甲咱的品质做甲真悬，做甲世界第一的时阵，安尼咱的咖啡卖较贵啊，袂要紧，大家嘛是会来买所以这是即马咱台湾种咖啡的这个状况啦啊，其实伫咧台湾毋那是咖啡种了真好尔啊，这伫台湾的这个规个咖啡的产业拢是世界冠军啦那头拄仔讲咖啡豆啊，种好了就爱烘嘛烘咖啡豆啊台湾嘛有出一个世界冠军啊，伊的名叫做赖玉泉啊，伫台湾的高雄、伫新竹、伫台北，伊拢有开咖啡店伊的咖啡店叫做沃咖啡啊，所以连烘豆啊台湾拢是真厉害啦啊，即马咧烘豆啊其实是真无简单因为共款拢是爱投资真侪设备落去啦因为较早大家可能印象中即个咖啡店，伊就放一台迄个烘豆仔的机器，就踮遐烘嘛啊，迄是较小规模的啦啊，但是迄个机器可能看细台啊，一台拢啊1-20万，啊，即马真正大台的机器迄一台拢啊300-400万啊，但是因即个专业的台湾人拢愿意投资落去，所以以即马来讲啊若要开一间合法的咖啡工厂，可能爱开台票1000万但是即马足侪人拢愿意用即个好的设备，继续来甲咖啡豆啊烘得更较好啊，咖啡豆啊烘好了，就爱来煮咖啡啊啦嘛啊，煮咖啡有足侪款的即个煮法啊，较早大家可能有印象咖啡店拢是用迄个西洋咧煮咖啡啊，台湾嘛是有咖啡的即个咖啡师去参加世界的比赛有2个拢摕过世界冠军啊，有一个是较早伫咧10几年前都摕到世界冠军叫做李雅婷啊，伊的咖啡店叫做欧舍咖啡伫台中、伫新竹拢有分店啊。最近就伫去年2023年上新的一个世界冠军嘛是咱台湾人伊叫做简嘉诚啊，伊的咖啡店伫咧宜兰伫咧大溪遐
大家若是有来打卡吼，会当来浸温泉以外吼，会使去啉一个世界冠军的咖啡哦。除了这个使用的咖啡以外吼，嘛有像这个用冲的吼，冲的这个咖啡，冲的这款咖啡吼，台湾嘛有出2个世界冠军，有一个较早的冠军叫做王策哦，伊的咖啡的店的名叫 VWI 哦，伫台北。伫咧2当前，嘛有另外一个咖啡师摕到世界冠军，叫做徐思源，伊是一个真有名的咖啡品牌，叫做 UCC，其实是日本的品牌啦，但是伫台湾的分店，培养这个咖啡师去参加比赛，嘛摕到世界冠军哦。除了这以外这个一般大家人去咖啡店，你可能看到因咧做的时阵，就是做 espresso 出来，咱叫做这个意大利的这个咖啡啦这个咖啡台湾嘛有一个摕到世界冠军叫做吴泽林，伊咖啡店即马最有名，叫做新坡咖啡，伊这个新坡咖啡即马伫台湾嘛开足侪分店，所以规个台湾这个咖啡店即马已经有超过4000间咖啡店有足侪拢是水准真悬的，像即款世界冠军级的即款咖啡店。当然啉咖啡毋是讲干那即个上好的即个咖啡以外啦一般即个商业的咖啡嘛真济，上济都是即个大家即马知影台湾的即个便利商店啦7-11啦全家便利商店伊迄逐间拢有咧卖咖啡因为即马台湾的便利商店加起来应该已经有要14000间所以14000间安尼算起来佮加头拄仔讲的4000间，加起来等于你伫台湾有超过18000间的店，拢有咧卖咖啡啦，所以你伫台湾会当讲是你要啉咖啡是做简单的时间，但是四界拢买会到但是以这个市场来讲其实也有真大的成长的一个空间啦，因为阮以较新式的这个市场来讲像欧洲、像美国，甚至亚洲的日本、韩国，因一冬拢爱一个人因咧统计，一个人会当啉300外杯咖啡一冬300外杯，差不多就是一工一定有一杯我相信大家若是伫美国应该足侪你的朋友一工一两杯的人足侪啦但是伫台湾的目前的统计是一冬啦才100外杯尔，袂200杯所以台湾本身的市场阁有真大的这个成长的空间。即马台湾的这个饮料的市场啦也是啉茶的人较济因为啉茶，若要啉较好的，就用茶米来泡茶。若真侪少年朋友嘛会去啉这个饮料饮款叫做手摇茶啦即马台湾这珍珠奶茶啥物足济所以目前来讲，茶的量嘛是较济但是咖啡慢慢的成长起来除了这个一般的消费以外台湾阁有一项最厉害的，就是台湾人真有钱啦这个全世界上贵的咖啡足侪拢是台湾人买起来即马上好的一个品种叫做 Geisha 这个品种Geisha 这个品种呢，伊其实是伫伊索比亚去互发现的慢慢到这个巴拿马有一个庄园叫做翡翠庄园啦翡翠庄园。伊甲这个 Geisha 单独送去比赛，伊送去比赛摕到冠军，摕到冠军了后，伊即马咧卖咖啡有诶人伊毋是用这直接卖你诶方式，伊是用标诶啦，用竞标诶。伊即马一般就是伊头拄仔讲即款像这伫咧 7-11即马台湾 7-11咖啡一杯可能台票20块都买会到，足俗诶。所以你会当想讲，伊一杯咖啡才卖20块，伊的原料一定是更较俗啦伊即马世界上有咧交易的这个机会上大的一个机会商品是石油咖啡是第2大的这个机会交易的商品以食品来讲，咖啡就是第1名的机会交易商品，所以嘛会使知影讲，全世界咧啉咖啡的人实在是有够济但是咧，伊迄个价钱其实是足低啦伊差不多一磅这个青的豆才卖1块美金到2块美金这个价钱尔所以是足俗的
啊，最近大家若有看新闻咧讲咖啡吼，伊就讲这咖啡的价数起足济啦吼。啊，但是起足济吼，其实是免烦恼啦吼，因为你起足济，伊就是1箍变2箍啦，听起来是起一倍，但是其实是无差遐济吼。啊，以头拄仔讲迄个比赛冠军的即款价数来讲吼，即个价数吼，因要来竞标吼，伊第一档落去标的时阵吼，都标20外箍美金的即个价数出来。哦，啊，20外箍可能咱听起来无讲介贵，但是伊甲原本的这是干啊1箍2箍的比起来吼，哦，这就是要10倍的价数。哦，啊，慢慢伊过几啊档，这价数就开始愈来愈悬，愈来愈悬。哦，啊，一直到差不多5档前吼，到5档前的时阵，这个本来吼120箍的这个咖啡豆啊吼，已经飙到803箍的美金啦。哦，一磅803箍。哦，所以这起的这个幅度吼，真正是足惊人的啦。啊，这个遮贵的咖啡吼，大家拢想讲是谁甲买去吼，结果大家想袂到的是，互台湾的厂商甲买起来。吼，啊，台湾的这间厂商吼，也是大家有伫这个台湾，尤其是中部吼，中部咧生活的朋友可能有听过，就是欧克劳，欧克劳这间公司。啊，欧克劳吼，本来伊嘛是咧卖较俗的咖啡。但是咧，伊尾来想要讲吼，要来做这个咖啡青豆的这个生意啦。啊，一开始伊要出去甲国外的这个咖啡庄园要买的时阵吼，伊这个国外的厂商无要插伊啦，吼，因为伊想讲这个台湾的厂商啊，佫无听过，毋知伊要买偌济，所以伊出去的时阵吼，拢无啥法度会当甲伊接触着。吼，啊尾啊吼，伊甲这个世界吼，会当算讲是标王啦吼，上贵的咖啡甲标落来了吼，啊以后吼要去买咖啡豆就拢足轻松的啦吼，因为全世界拢知影这个台湾的厂商吼，啊这做有钱的厂商要来买咖啡豆啊吼，拢做欢迎伊吼。啊，有人讲吼，啊你开遮济钱买啦吼，一磅都要800外箍的美金咯吼。而且呢，伊毋是买一磅尔吼，伊一届规批甲人买起来嘛吼，所以伊开落吼，台票要开几啊百万。啊，所以有人讲啊，你开遮济钱是会好啊，袂好啦吼。但是头拄讲第一个好处就是讲，伊有一个全世界的知名度，拍开了后，以后要做生意都加足方便。啊，第二个就是讲吼，其实伊无开着遐济钱啊，因为吼，伊即个世界上贵的咖啡出来了吼，大家拢想要来啉看卖，即个咖啡到底是啥物气味吼？所以迄个咖啡还未来到台湾的时阵吼，都足侪人去拢甲买啊啦。哦，所以买啊嘛是拢袂了了哦。啊，对伊来讲吼，是一个做会好的即个交易啊。哦，伊开无偌济钱，啊，趁着一个全世界的知名度，啊，佮拍开伊即个即个咖啡生意的市场。哦，所以这是一个做巧的一个交易。哦，啊尾啊吼，啊袂煞吼，5档前都800外箍啊嘛。啊尾啊开始佮飙落吼，过长工都超过1000箍美金啊。哦。啊，继续吼，到3档前，来到1300箍的美金，啊，这个1300箍的一磅的咖啡豆啊，我想大家听应该是想讲，这毋知是要怎再啉会落去吼，啊，但是吼，这台湾即届吼，更加飙落来，啊，即届是几啊个咖啡店，伊甲这个咖啡豆啊飙落来，啊，大家都甲每一间都分一丝啊啦，安尼大家压力较袂遐大。啊，其中有一间叫做 GK 咖啡，啊，这间咖啡店伫咧宜兰，台湾的宜兰，啊，伊毋是，就是一开始伊毋是专门咧做咖啡的吼，伊是一个田中，啊，因兜是咧开这个民宿啦，这做这个民宿，互大家来住。啊，因这个算讲第2代伊就对咖啡有兴趣嘛，伊就家己开始来做咖啡，啊，愈做愈好，愈做愈专业。啊，尾啊咧，伊就甲即个标王摕转来了吼，伊行好势了，伊佫送去美国有一个专门咧比赛咖啡的即个协会，叫做 Coffee Review。伊送去了吼，摕到98分，啊98分是即个 Coffee Review 上高分，迄年度的上高分，佫是会当讲是有史以来上高分，所以伊即个咖啡豆啊，会当嘛是讲是世界第一，所以安尼听起来咱台湾规个
咖啡的产业吼，每一个所在拢有这个世界冠军的顶级的人咧伫台湾，啊，甚至连这个消费的能力吼嘛是足悬。哦，所以我想，这个咖啡产业未来吼，伫台湾的发展是会当发展了真好。而且咧，若是国外朋友来到台湾的时阵吼，伊嘛是会当足方便的，吼，会当去看咖啡园，啊，来去咖啡店啉到好啉的咖啡，吼，这规个体验吼，可能嘛是台湾较会当做到吼。因为一般咧种咖啡的所在，真侪拢是还未开发，吼，较落后的国家，就头拄讲这个伊索比亚吼。伊索比亚，你若是要去吼，毋是讲足歹去尔吼，你去进前啊，都爱搁先注射吼，你爱伊遐有疫苗爱先注吼，啊你去到遐吼，遐治安搁足歹啊，你甚至爱当地吼，伊爱请迄个部队去保护你，你才有法度去看到你的咖啡吼，迄是足困难的。但是你若来台湾要看咖啡吼，迄是足轻松的啦。你坐飞机来到台湾了吼，你可能去到阿里山吼。塞车嘛，才3-4点钟就会到。啊，去到遐风景阁足水，啊，你会当哪佚佗，啊哪看咖啡，啊，搁来啉咖啡。哦，所以未来这个台湾吼，会当甲这个咖啡的这个旅行吼，会当发展了真有特色。吼，啊，会当甲足好的咖啡，啊，会当推荐互全世界。哦，啊，所以我嘛邀请大家有机会，若是来到台湾，哦，一定爱来试看卖台湾的咖啡。啊嘛来看这个台湾吼，做好的这个咖啡产业吼，咖啡店、咖啡园吼。啊，今仔日吼做欢喜有这个机会来甲大家分享这个台湾的咖啡吼。啊，真正像这个阿伯讲的吼，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啦吼，因为我是第一届用台语来讲咖啡的内容吼。啊，对我来讲，其实我咧介绍咖啡吼，可能去讲几啊百届啊吼，这个内容对我来讲是无问题。啊，较困难的点就是讲，因为咖啡有一寡吼较特别的这个词啦吼。啊，因为可能咖啡对于台语的这个讲法来讲吼，嘛是较新啦吼，所以有真侪物件拢还未去确定安怎讲较好吼。所以其实伫咧几啊当前，我都有一个想法讲，我真想要用台语吼来推广咖啡吼，但是有真侪这个咖啡的词吼，爱需要这个吼，对台语做了解的人，啊，佮有对咖啡做了解的人，可能大家做伙来讨论讲安怎讲较好啦吼。我举一个例啦吼，像头拄仔咱咧讲这个磨咖啡豆啊吼，啊我嘛是伫咧思考讲磨咖啡豆啊安尼讲法到底是好还是毋好啦吼。因为像咧若是中文吼华语来讲啦，都是磨豆浆也是磨，啊你磨花生粉也是磨，好啊磨这个咖啡也是磨，好啊但是你若是台语来讲，好咱豆奶哦是用 A 出来嘛 ，A 豆奶嘛，吼啊这个胡豆腐可能是用加出来嘛，哦啊这个可能咱若是要用较幼的，像我粉，吼咱是算讲拧出来，哦啊伫咧。中文华语拢是讲磨这个字，啊，但是伫台语可能有搁较精准的讲法，哦，所以我一直想这个代志就是讲，爱用啥物字来讲较好，啊，会当搁较精准的表达讲，这个词，哦，伊表达的意思，哦，啊，所以我想这嘛是未来我家己一个目标，就是讲，家遮吼伫咖啡内底啊，这用会着的词，啊，要怎用台语。会当讲了更较好、更较水、更较准，安尼我想未来要来讲咖啡的时阵，就会更较简单吼，因为会变做是讲我可能哪讲的过程，我跳出来迄个词，惯起来讲的是华语迄个词，我头一直想讲要哪甲用做台语来讲较好，但是目前因为足侪足侪词啦吼，啊未真正去讨论，啊所以讲了。有当下可能想着讲出来，我就烦恼讲，是毋是安尼讲了无准，甚至互人误会吼。比如讲，头拄仔我咧讲这个咖啡的处理法吼，其实有足侪种啊，有上传统的一种吼，即马伫华语叫做日晒法吼，但是咧，这个英文叫做 nature 哦，所以其实伫咧 nature 翻做华语的日晒法的时阵，都已经无啥对啊啦吼。因为这个 nature 的意思吼，是讲伊规粒咖啡吼，伊有皮吼，伊有这个伊内底咖吼，拢做伙去发酵，叫做 nature。但是这个意思甲日拍其实是
无完全相共啦，所以我迄个时阵嘛咧想讲，当然我会使甲比如说甲直接搁用华语搁甲讲做台语，但是我就感觉安尼无啥对伊华语就毋对啊，我搁甲讲做台语搁较毋对所以我就想讲应该要有一个机会若是有即个台语专门的人，嘛有嘉宾专门的人我有机会大家做伙讨论了，甲即个会用到的词拢甲想看安怎讲较好。甲大家来介绍，未来大家咧讲的时阵，个加较顺，就搁较会当用台语来推广家己。我想这是即马台湾咧推广台语的即个拄着一寡问题啦因为较侪新的事出来的时阵因为大家讲的拢无相共所以有的人讲的怎毋知要怎讲怎，本来要讲台语怎讲做华语去所以这是我家己一个有这个机会今日来参加这个活动互我。搁较爱较紧来做这个代志啦希望会当较紧甲嘉宾会当用到的遮个事甲讨论出来互未来可能有一寡咖啡店伊会当用这个物件来甲大家介绍咖啡安尼我今日分享先到遮请大家看有啥物问题，咱会当来交流感谢。哇，真多谢俊元遮尔啊精彩的分享我本地邀请俊元来，我是敢若想讲要趁讲伊安尼伫 YouTube 安尼有诚侪 follow 我听了我惊一条啦因为我本来想讲是要来介绍讲要啉咖啡泡咖啡安怎较会好食，毋过呢，伊今仔日讲的实在是咧讲一个规个台湾的即个咖啡的产业啦毋尔安尼伊搁去分拆着讲是安怎较会台湾的即个中小企业伫世界上是安尼会当遮尔有竞争性我感觉即点是足尔难得超出我想会好啦第二伊搁有切入来讲讲这较幼路的台语迄足济我嘛拢想袂到的啦想无到的物件啦我想咱遮海外遮个朋友会有想讲诚侪问题会要含遮个少年人来对话啦我知影我先甲机会，迄个Lisa，我知影你较顶你爱先离开你拄则你听了你敢有啥物问题，搁想要搁 follow up 要问俊元的问题，我先甲即个机会交你Lisa 咧含伊咧对话的时阵咱遮若有要发言的人咱先举手先举手先讲其实我对咖啡就无啥熟，因为我无咧啉要毋过迄台语的部分，我之前有看过一个影片，就是因是招一群人，就是有台语专业的人，甲有金融专业的人，应该招做伙，来开一个台语高峰会，来讨论遮金融的事。对，所以就是你较早讲的部分。我嘛是有看到这个影片，所以我有这个想法。其实伫咧咖啡也是讲台湾的这个各行各业啦，拢有这个问题啦。尤其是较新的行业，可能足侪新的事，台语也袂去确定讲安怎讲的时阵，做人讲的怎啊讲，搁讲去华语去啦。所以我迄时嘛是看到这影片了，想讲咖啡嘛应该来做这个代。尤其是因为咖啡通常伫咧咖啡店内底是一个甲人交通做济一个所在所以若是会当互咖啡店内底头家来讲台语用足顺的台语来甲大家介绍咖啡无形当中嘛是做好来推广台语的一个方式啦。OK， 好，多谢。我即摆无看到人举手毋过我有看到即个论坛伊伫开讲时伊讲伊是俊元的 follower 啦伊论坛你即摆敢搁有伫遮？我先甲即个机会交互你好来。歹势，我咧食物件。仲元你好，当配咖啡袂要紧。仲元你好，我本地就有咧看你 YouTube channel 就是对原在外口就是啉咖啡到即马家己会伫厝煮，就是器材啥物，拢对你 YouTube 找到诚多，诚感谢。
对感谢。其实我就是无特别想着啥物问题要问，毋过拄则想着，若是讲，是台语甲咖啡就是因为本地咱足侪人都有啉嘛，我感觉即个论坛的优势就是阮遮人本地就是用台湾话咧生活，我会记你原少敢是伫淡水。即摆我的工作是伫淡水对。因为阮淡水遐嘛有几个朋友最爱啉咖啡的，我连工才好伫遐甲因做过，安尼可能较对啊，就是会较好势，因较专业啦，我就是伫厝家己煮安尼尔，对，我搁无啥物了解，就是家己逐工啉欢喜的安尼尔，对，足多谢郑源。是，谢谢，感谢。我有去过迄个准员的工作室，是伫淡海，伊会当看着海。是。来，咱遮有看到惠娜姐有举手吼，无使请惠娜姐你来发言真感谢吼！我感觉今仔日吼，较早起来做家人诶，学习到一个足好诶课啦吼。我诶感受就是讲，咖啡吼，拄准人讲，迄是迄个921，802以后，902以后，成做台湾一个新诶，渐渐啦吼。渐成做一个新的文化啦吼。对我来讲，感觉讲台湾的咖啡文化吼，是会当交国际接轨的一个足好的路途啦。嘛是代表着咱的少年一代的迄个少年的文化啦。所以实在是一个应该。讲政府若讲有较眼长的眼光的话，这个实在是爱尽力去推动啦吼。搁一个就是毋知影讲即款的技术敢是会当甲伊成做学科，伫台湾的即个餐饮。课程内底加入去，因为你若无成做一个学科，像正源拄仔讲的，即个名词袂当统一化，袂当成做讲咱来教育下代的一个专门的科目啦。因为即马拄仔听的那像就是拢用古早台湾迄个007迄款精神。个人咧拍拼嘛，但是若总讲要家成做一个学科，有会当吸引新的科技的即款人才集中来做即个研究的话，咱可能要搁行较远的路，都有可能。这是我的问题啦，吼请教郑文，多谢。即摆吼，台湾的算讲政府。单位有咧帮忙遮个咖啡园，若较早开始啦吼，因为咖啡园即部分都是算农委会吼，伊算嘛是咧竞争嘛吼，农委会咧甲斗相共吼，较早是无直接的即个金钱的帮助啦，迄算较少，但是有一寡技术上吼，因有斗阵研究啦吼，因为像咱讲吼，因为台湾即卖的算讲迄个政府的专家吼，因嘛无实际咧种咖啡的经验吼，所以迄个时阵台湾的遮个咖啡的农民吼，开始咧种的时阵嘛是足辛苦的啦吼，因拢爱家己去试吼，家己去摸，才会知影讲要哪种吼。伊嘛因为安尼吼有食亏啦吼，咱讲就是讲。头早我有讲吼，咖啡树伊无爱去晒日头吼，所以迄当阵吼，像阿里山做侪农民想要种咖啡的时阵，伊就去想讲伊毋知要哪种嘛，伊就去问这政府农委会的这专家吼。这专家其实吼，伊嘛毋知要哪种啦，但是伊就是可能去查资料讲吼，一般国外的咖啡园吼，伊要种的时阵呢，伊拢爱先种较大丛的树仔哦，别款树仔较大丛的先甲种落。这大丛树仔大了，伊才会当替这个咖啡树仔来遮日头嘛。
哦，所以伊嘛是教这个阿里山的这个农民讲吼，你先转去种树啊，吼，啊5冬了后你再来种咖啡树啊，啊结果吼，伊这农民吼，其实人吼，这伊无几个5冬啦，伊这5冬过去了吼，伊搁种咖啡落去，啊，毋是种落水的法度，咖啡树啊嘛是要差不多5冬才会完全会当甲咖啡的气味吼，会当甲结出来就对，所以吼。伊前后底伊爱10冬，哦，10冬了伊才会知影讲这是有成功啊，无成功啦吼。所以这刚开始咧做的时阵，其实是这个时间吼了真济。啊，你有成功搁好吼，啊，搁较惨的是怎发现讲吼，这是毋对的。像我讲咧，因为伊甲这个爱心种大樟树仔的这个观念吼，迄是伫咧迄个算讲是较热、较烧热的所在啊。伫咧较平地的所在，则需要先种大樟树啊。啊，伫阿里山吼，大家若有去过吼，伊根本阿里山你到较下晡的时阵吼，伊这个云啊、雾啊都来啊，根本就无一头啊。所以伫阿里山是毋免先种大樟树啊，啊，但是这是用农民吼，伊可能爱用5冬、用10冬才学到这个经验，吼，所以第一代、第一批的农民真正是上辛苦啦，吼，用足济这个时间，才知影讲啊，这个代志是对啊毋对。啊，但是咧，台湾真正有一个较厉害的所在，就是因为本来水果吼，大家就做够种啊啦，所以慢慢吼，大家都该用迄种水果的这个精神吼，就来用来做咖啡这边。啊，大家知影台湾水果吼，做这做厉害，就是来用接的接机，吼，伊变做有做者新的这品种出来嘛吼。啊，所以尾啊吼，大家拢想讲，因为你咖啡树啊吼，要种落当5冬吼，真正无几个5冬会当等啦，所以即摆伊拢较巧啦，伊讲。伊发一个材仔出来时阵吼，就去接去已经较大丛的树仔顶悬，安尼伊1、2冬就知影讲，安尼有成功无成功，啊有成功再继续，无成功就免去安尼做啊，吼啊，所以嘛是安尼慢慢啊进步啦。啊，即马政府有较帮忙啊，吼，因为即马政府有一个单位吼，伊叫做水保署，吼啊，伊的全名应该是讲水土保持甲农村发展署，所以伊是有帮助这个农村发展。所以即摆有真侪经费会来帮助即个咖啡园吼，遮个农民啊，买一寡设备啊，啊，甲因一寡可能技术的交流，哦，互伊上课等等吼。啊，所以政府这方面有真好的帮忙啊。啊，另外就是讲台湾民间的这力量吼，嘛是真好。像我头仔讲的这个吼，咖啡树的叶啊，摕去做 DNA 化验的这个民间。啊，这就是民间，我会记得是台湾一个科技公司啊，因来另外投资这个专门做咖啡科技的一个实验室，啊，专门来做这个可能，因为即马吼咖啡咧做，有一个真关键的，就是爱互伊发酵。吼，头拄咧讲处理吼，其实处理就是咧做发酵。啊，这发酵这个代志吼，已经是做专业的这个化学的物件啦。哦，这已经。爱用专业的实验室来做，哦，所以即马民间的力量嘛，做一个专业的单位来做，哦，所以其实台湾即马这个产业会当发展了遮好，吼，是算讲是政府啊民间做伙来努力，啊有真好的成绩安尼，是。拄则吼，我咧听俊元伫讲的过程的中间，发觉讲吼，俊元是一个真会讲故事的人才啦。我有看到赞成老师咧唱啊，你嘛是算讲讲故事的专家啦，吼。哎呀，我哎呀，想讲，你敢会当来甲吼？你敢会当来甲伊交流一下？吼，我讲你嘛是讲故事的人，吼，赞成你敢会当来讲一下吼？啊，你开怎么眯起来？我怎么无看到你的影像？啊，那我可能甲伊惊到的看。好，来开起来，来你甲迄个麦克拍开，你麦克无拍开哦。来主管，广告我咧一直听一直笑，伊咧讲广告才有赞助啦，两三个赞助咧安尼练。我做大的信心，互我一直讲落去。我感觉我听咧无头路啊啦。啊，我吼迄个，我是要请教吼。我知影我有读广告时，我有讲到迄个日本时代吼，
因为伫迄个台东啊战争吼，大家拢爱因迄个军夫啊去毋是啊，因的兵吼去东南亚吼，爱食咖啡啊，买无拢来台湾做安尼吼，所以咱了做普遍种一寡迄款咖啡树啊。我毋知影讲迄个咖啡树啊，遐留落来，日本留落来遐文化吼，甲迄个技术哦，有影响到较深啊无？我一个较好奇的，就是讲，我知影讲较早迄款红茶，日本人种红茶的时阵啊，有一寡老樟树啊吼，即马大家摕起来烘茶啦吼，焙茶以后，才变做诚好的一个物件安尼。咖啡树啊，敢有迄个类似的即款代志甲留落来日本文化无？其实对日本时代留落来这个文化吼，当然是对即摆的咖啡产业有真大的这个帮助吼。佫有讲到茶，其实台湾咧种咖啡的这个农民吼，足侪拢是较早是种茶，尾才转做来种咖啡。所以这拢是有关联，嘛是有帮助的。因为咱咧做茶的时阵，像咱讲红茶，红茶伊嘛是爱发酵，伊是全发酵的茶。若是一般可能乌龙茶，可能就发酵无遐重，也是讲这个绿茶就是无发酵嘛。所以因较早咧做茶的时阵，因就足知影讲，变去观察讲因的发酵的程度。即马咧做咖啡，其实伊的后制处理嘛是爱看伊的发酵。我来分享一下啦。头拄仔讲到这个 nature 啦 ，nature 这个处理法就是讲要互伊发酵嘛。若发酵了会好势的时阵伊开始有一款酒的香味出来，佮水果香味愈来愈重，所以大家拢爱啉。你若开始互伊愈来愈重的时阵，可能本来是一般的水果酒，伊就变做像咧葡萄酒、红酒、白酒，佮较重的气味。继续落伊会变做较厚的酒，像这个白兰地，还是 whisky， 这款较厚的酒的香气，迄啉起来更较好啉。但是咧，你若是无细心发觉到过头去若酒过头去会变做醋，所以迄咖啡啉起来有当只足酸的，迄个足酸其实是发酵过头，变做醋味走出来。所以即摆有人讲我啉咖啡，我足惊去啉着酸的咖啡。其实毋是咱即马讲好的咖啡，款像水果安尼酸酸甜甜的酸，是迄款像醋迄款，互人啉落做无爽快迄款酸。但是佮控制了无好继续落去伊会变做有款像迄豆油，像迄个豆乳迄款，迄款迄个生过迄款菜的味，佮迄啉起来就更较无好。所以台湾咖啡做了好有一款原因，就是讲因为较早因都有做茶的经验，爱甲这个经验，通常是可能因老爸还是阿公迄代因拢是做茶嘛，即马少年转来就是讲，我要来换一款物件来种怎来做咖啡，但是因可能厝内底拢继续甲斗相共，所以这个经验拢嘛是甲摕过来用，所以真紧就会当甲品质做了真好。另外就是迄个设备因为做茶嘛是爱烘嘛，所以烘茶伊就甲这个设备摕来烘咖啡。甚至咧，台湾佫会当做真济即个咖啡的副产品啦，就是讲像做的时阵，咖啡的即个叶伊嘛会使做像迄茶米的即个叶来做茶。其实国外有试过，甲即个咖啡的叶来做茶，但是听有去国外啉过人讲迄国外茶足歹啉的但是台湾的这咖啡的农民，伊做出来咖啡茶足好啉的。尾大家想想，就讲因为台湾人本来就真敖做茶所以拄好摕来做的时阵，做出来足好啉。因为国外因咖啡种咖啡的历史可能足长啦，可能100-200当因拢干做咖啡，其实因袂晓做茶，所以因做起来颠倒无台湾的好啉。佫有另外一个真特殊的物件叫做咖啡花。咖啡的花亲像迄个较细蕊的白色的花闻起来真香。台湾嘛有人甲采落来了后甲干燥了，就会当来泡这个咖啡花的茶。像我有买一间嘛是阿里山遐的这个咖啡园伊做的
特别去经这个假雪，这个品种的咖啡花，哦，迄泡出来迄花地迄味吼，内底有像迄玫瑰花的味，像有这个银杏，吼银杏的这甜味，吼啊，迄个气味闻起来足香，啊啉起来嘛足好啉，啊这嘛是甲台湾人有法度做出来吼，所以这是较早的文化甲今嘛，啊甲做茶技术甲今嘛，啊拄啊好，当时这少年这辈做咖啡的人拢甲接起来，啊来做出真好的咖啡的产品出来。哦，互你讲一个吼，我哪想讲爱啉一喙啊。我想讲要请教这个单位兄啦，吼。哦，后来迄个没有吼，没有先，无较顶仔较转来单位兄，没有先举手啦。较顶我想要请教单位兄的是讲，我知影你有咧写即本拄拿出版即本册嘛，吼，要含少年人对谈，吼，要讲互少年人的批吼。啊，我较顶仔想要问你的就是讲，你今仔日听准完了后啦，吼，你若讲你要搁加写一张批吼，你会安怎写啦？哦，咱就先来互Mel吼来发言吼，啊Mel，请你甲麦克拍开，吼，来，请讲。我是妹啦，吼，毋是 Mel，M-E-I。妹， OK，我要请教的，就是讲即个，敢若是我看着讲伫个南洋啊，都要为咧饲迄个种迄款吼咖啡豆，啊，则互迄个麝香无迄落 musk 吼，迄款咱台湾讲的就是乌卡香麻啊，迄款的互伊食，啊食了放晒咖啡豆互伊食，啊食了再搁放晒，放晒出来，放出来迄豆啊，啊再来洗再来磨。啊，即款物啊，伫咧台湾，因为台湾人拢足会晓食鸡卡的物啊，台湾有咧流行啊无？啊，这若讲安尼一磅，哦，你拄仔咧讲迄咖啡一磅会当到我13箍，啊，这即马一磅毋知有偌，是讲台湾有咧创这啊无？你讲的是叫做麝香猫啦，吼，麝香猫，麝香嘿，咖啡爱个放出来。啊，伫咧较早吼，差不多20年前，吼，这是足流行的一款咖啡。啊，因为这个假雪这个品种吼，是这20年才出现的，吼，所以即马大家较流行的是假雪这个品种。啊，较早若假雪还未出现之前，吼，有2款咖啡是大家感觉上好的啦，吼，第一个就是伫咧迄个牙买加的蓝山咖啡，吼 ，Blue Mountain 感觉是咖啡之王啦，吼，上好的咖啡。啊，另外这个你讲较其他的，这就是互这个麝香猫啊去食，吼，啊再放出来。啊，是安怎伊的咖啡会好？吼，因为吼，伊这个猫啊去食的时阵，吼，这是动物的本能啦，一定是去拣上好食的这个咖啡果来食。啊，因为一般咱咧做咖啡的是人去采嘛，吼，啊人去采的时阵，吼是看伊的色，啊咖啡是若较熟的时阵会变做红色，吼，较红，啊，较深红的时阵，就是伊完全色啊，就会当慢落来。啊，因为这是若动物吼，伊一定会去食上好食的。啊，若人就无一定啊，因为人伊是咧称重量咧算计数的，伊就差不多就慢落来，所以伊的原料上就无共啦。吼，所以是安怎猫啊，伊放出来的豆仔会较好，是因为伊本来食入去一定就是上好的豆仔。啊，第二个就是讲，头拄仔我有讲吼，即马做咖啡拢是咧做发酵。啊，这个发酵吼，其实伫猫仔的腹肚内底，伊嘛是咧做发酵。啊，伊的肠，吼，伊的胃肠内底有特别的菌，吼，伊的发酵了，伊的气味变做袂歹。吼，所以有一阵啊做流行，这因为真正伊啉起来气味是真好。吼，啊，但是咧，这一方面是这个动物保护的议题啦，就是人讲你去采这个物件吼，因为到尾啊，因为伊价上好，啊有的人都毋是用野生的去做，伊就是特别掠这猫啊，啊甲关起来，啊再饲这个咖啡豆互伊食，哦，安尼就感觉对动物是较无好的。啊，另外就是讲，因为你若是饲互伊食的，根本就失去伊原本迄款伊会更好的豆仔的即款用意伫的吼，所以尾啊，伊的品质就较无稳定嘛，较歹。啊，过来就是讲，大家感觉讲爱保护动物啦，吼，所以慢慢大家就无爱去啉即款麝香猫仔的咖啡。
啊，若讲伫台湾吼，其实台湾无即个啥香料啊，但是台湾有果子肉吼，所以本来伫台东吼有一个咖啡园吼，伊就想讲伊果子肉甲即个麝香猫吼是敢若是共种啊，是共科的啦吼，所以伊就用果子肉共款去互食咖啡吼，啊去互放出来吼，啊所以迄时阵台东有人做，啊但是因为尾啊，大家想讲哦，这感觉听起来恐怖啦吼，所以台湾的即个科技吼，佫足厉害，即点就是讲，大家尾啊知影伊的即个做法，其实就是因为伊爱经好的咖啡豆啊，啊佫有经伊好的粉去发酵嘛，所以其实无一定要互伊食落去。吼，尾啊台湾的即个工研院吼工研院，伊就发展一个技术，就是讲伊甲即个果子肉吼，伊肠胃内底好的菌甲储出来了，啊伊就伫外口空啊加就会使啊。会当得到同款结果的这个气味，哦，所以尾啊，哦，变做是讲大家较重视的是，你用啥物菌去做发酵，无一定爱互猫仔真正食入去，啊，所以到可能这十冬以来，就愈来愈少人去啉真正猫仔食入去的咖啡啦。真趣味好。来，迄个陈瑞兄吼，啊来论点个举手吼，啊咱可能时间嘛就要到啊吼，所以是。若有要搁问问题，即摆最后的机会先举手，啊，搁落无搁接受发问啊啦吼。好来，迄个陈瑞兄。好，多谢，多谢。多谢主管兄吼。我有两个问题先讲起来，我较袂记记吼。第一就是讲，咧评审即个咖啡的滋味，还是讲评即个咖啡豆啊吼，即个。有偌济是主观，啊，偌济是客观的条件，啊，这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吼，就是讲咖啡的泡法啦，吼，是毋是会当简单讲一句讲啥物款的泡法较好？干那冲过，还是讲爱用真复杂的机器，还是讲爱看豆啊啥物货吼？这是第二个问题。啊，第三个，我来回应这个刘光兄这个问题也是挑战啦，吼啊！我想好回答就是讲，我来写一篇。这个因为这个新出来的册吼，叫做《咱人的世界》啦，吼啊！这就是讲吼，咱人啊，逐日咧生活的中间吼，常常有一项代志，互你感觉讲真深刻，还是讲真有意思，会当。提出来讲，互别人听的，即款的代志，我甲写落来，吼主要的动机就是讲吼，第一表现讲，咱会当每一个人拢会当写真有意思的代志出来，伫伊的生活的中间，伫伊做人的中间，拢会当写即款的物件出来吼，所以这是安尼答，这个起步是安尼啦，所以今仔咖啡这个题目吼，是一个真好的题材当来写啦吼。吼，这个我来介绍这个做人的世界这本册吼，小可介绍一下啦吼，就是讲吼。若准咱逐日的生活吼，有注意甲看，注意甲观察的时阵吼，每一个人可能逐日拢会遇到真实个代志吼。这吼，你若用时间甲写落来吼，第一会当训练你写台语还是写英文的这个能力。第二吼，会当丰富你家己的这个生活的内容吼，因为你会反省这个代志，做人这个代志，还是看到的代志吼，所以是真深刻的经验啦吼。大家若好奇吼，摕这本册来看，买这本册来看吼，做一个例。我相信吼，每一个人拢会当写同款内容足无相的物件出来
吼啊，简单回答安尼啦吼，多谢。好，我请主任来回应，好无吼？我想伊是小，伊毋是咧广告伊家己的册啦，伊是讲安尼甲你推销一下，看你会有哪会当来学写台文无？啊，你当然才敖讲，伊是要来甲你考古你来写台文的意思啦，吼，应该是。好，来，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吼。伊这个比赛的当中吼，当然有一寡是较客观的，就是讲会先做这个物理的物理筛选啦，吼，物理的看伊外表，吼，伊是毋是有啥物无好的物件，吼，伊就爱先去禁过。啊，像这就是较客观啦，吼，因为这是看外表，啊，有一个标准伫咧，吼。啊，像一般这个有的国家吼，伊的咖啡豆啊，要出口的时阵，伊嘛拢有分伊的这个等级吼，像伊索比亚伊就有 G1、G2 吼、G3 安尼去分。啊，伊外表的这个讲伊瑕疵率吼较低的时阵吼，这就是较客观啦吼。啊，来讲较主观就是讲，一般嘛是咖啡做出来了爱啉嘛吼，啊，逐个人评性来去啉，啊啉了来互伊分数。啊，一般虽然讲这讲起来较每一个人可能伊的主观吼，但是因遮的品性拢爱先去训练过，哦，伫咖啡内底有一个职业叫做杯测师，哦，杯测师啦吼，杯测师，啊，伊就是专门咧啉，哦，啊，因迄是啉到讲吼，因啉一喙吼，会当写几啊十种的气味出来，拢足专业的，啊，毋单啦爱去上课，爱考试以外。伊每一届的比赛，哦，啊，因的遮的评审都爱先集合起来，啊，都爱搁做一届的这个校正，就是讲大家爱先搁试一届，啊，标准爱搁讲好，先统一起来，安尼较袂讲每一人排的分数差伤济，哦，所以真正咧去顶悬，算讲是主观的一个评分啦，吼，但是因为以目前的比赛的制度来讲，嘛是有公平啦，这是包括伊咧啉的时阵，伊是毋知影伊啉的是啥人的，吼，伊拢是用编号，啊尾啊再甲号码再甲看讲是啥人的，过来就是讲，因拢是专业的人咧啉的时阵吼，真正是因的分数一般来讲拢袂差伤济，吼啊，所以迄个成绩拢是真值得参考的，吼。啊，第二个问题是讲，要哪来做咖啡的即个问题吼，这真正是无法度直接讲啥物上好啦吼，因为那我家己上电脑咧用的方式是用冲的吼，啊用冲的方式是因为伫厝里做较简单啦吼，啊每一种方式拢有伊的特色哦，啊所以吼我的即个原始的即个频道吼，会当做青蛙片即个影片吼，就是因为实在是侪种啊啦吼，啊所以嘛真歹讲用即个简单的话，拢啊介绍出来吼，啊所以大家若是对咖啡未来吼有兴趣啊，欢迎会当来我的即个频道看我的咖啡影片，哦相信会当找到你的即个答案啦吼，好感谢。哦，伊嘛加减啊，家己广告一下啦。好来，安尼咱佫有看到论坛，啊，佫有赞声有举手吼，啊无咱开始是论坛先举，我来看。哦，无要紧，因为我拄了就食了头壳较清楚，但我这边问的嘛是甲味相关的问题，啊，我嘛想要问讲，像这口味的改变，敢是甲时代嘛有种差？就是像我会记得较早，敢若咱台湾较日本式较老的咖啡，拢会较苦，但我细汉印象较苦也是啥，所以这敢是像拄则陈律师咧问的迄款第一名，逐个时代敢是嘛会无共安尼？啊，佮有，对，我拄则想起来，就是足几阵就看过，所以即摆迄个原始应该就是无对外着，安尼有缘就招朋友去参加迄个，恁有办对外公开的活动，我那个就去参加安尼，多谢。感谢。讲到这个气味，当然啦，像台湾人的这个口味，吼，你即摆的人甲20当前、甲40当前，你的食食的口味一定会拢无共，可能像较早的人食较重咸，啊，即摆大家拢讲莫食伤甜，莫食伤甜，吼，一定拢是会改变，所以咖啡嘛是共款。啊，咖啡嘛是因为这个产业慢慢咧转变，所以较早的人啉咖啡，较要啉伊的这个吼较甘、较顺的迄个感觉，吼。啊，若是用即个话来讲啦，就是讲
较早的咖啡伊是较有即个糖的气味，吼啊，较有即个 butter 吼奶油的气味，啊，佮有迄个 nuts 吼，迄个坚果吼坚果的气味，吼啊，但是即摆的咖啡，大家较爱啉的是花的香气，啊，水果的香气。哦啊，所以啉起来吼，若是较早的人咧啉即摆咖啡，可能会感觉讲拢无像咖啡啦，像咧啉一杯水果茶的感觉吼。啊，这都是真正是甲即个时代而无共。吼啊，若即摆的即个咖啡吼，是较侪人爱啉含料较浅的，吼，会当啉到较侪花的香气甲水果香气的咖啡，吼，就是即个浅焙的咖啡啦，吼。啊，但是嘛是有真侪店，吼，像我家己若是有咧。甲大家分享豆仔的时阵，有当时我嘛是会教一支含料较深的，或者深烘焙的咖啡。啊，像即个曼特宁，吼，这是一个做侪人爱啉的，或者嘛含料做深的，还是豆仔做乌的，吼啊，但是嘛是有人就是爱即个口味，吼，所以其实有咧转变，但是嘛毋是讲完全啉袂到较早的气味啊，吼，爱较早气味的人嘛还阁啉袂到，啊，即摆有新的气味，那嘛做侪人爱安尼。好，感谢。啊，咱最后一个问题，吼，咱请赞成老师来问啦。哦，我毋是问题啦吼，我是有一个感想，就是讲，正源拄仔讲哦，讲咱台湾有足够做茶的款的技术，对无？忽然间，咱有感觉讲需要咖啡，想要食咖啡的时阵哦，就照着做茶的款即个技术哦，甲咖啡的技术马上提悬起来呢。这吼就是我感觉讲，哇，这台湾实在是真福气的一个国家啦吼，一个产业，佫会当扶持，佫另外一个产业即摆咱台湾是科技的大国对，咱即摆有AI 的技术，咱若照即个历史的脚迹来讲，咱有 AI 技术，后盖咱生活用品，甲咱的一寡个机械啥各方面。会使甲 AI 提升哦，会甲遮个生活这机器啥提升起来，都敢若讲拄啊主任甲咱讲，会晓真好的款做茶技术，嘛会甲扶持一个真好的款迄个咖啡的款产业安尼。我安尼讲才对毋对，主任？对，哦，当然，即摆大家拢会用上新的科技来帮助咱的生活更较方便。啊，其实你讲用 AI 吼，即摆咖啡嘛用的 AI 哦吼，上尾啊咖啡做好了吼，就要紧嘛，吼啊，甲好的咖啡啊留落来，啊，若较歹的咖啡啊紧掉的时阵，啊，较早拢是用人的目睭去看，啊，其实吼，咱目睭看到尾啊，吼，拢火去啦，吼，因为太济这咖啡豆啊，啊，即摆拢是用这个镜头去翕。啊，用 AI 去算讲吼，即粒是好呀歹，吼啊，即摆技术吼拢变得足厉害啊，吼啊，所以吼台湾嘛是即个所在，甲即个 AI 的技术啊，吼啊科技的产品拢甲结合起来，啊，伫咧各行各业去应用，啊，互咱的生活较好，啊，产业嘛更较好，吼啊，这是真正足好的一个代志，吼，感谢。感谢。我看单位你敢是佫有要补充还是啥物？你甲麦克拍开。好，是嘞吼，甲欠大家时间。拄则今仔日吼，听到即个主任兄讲，这实在是一个感想袂少啦吼，就是讲介绍吼，逐项物件吼，啊，来到咱台湾人的手头吼，啊，小的物件变做真厉害的物件啊。真普通的物件变做真特别的物件吼，譬如讲咖啡啦，啥物吼，种农产品啦吼，也是即个机械制造啦，啥货吼啊，不管是做啥，你做一粒螺丝啊，伫台湾人的手头啊，做啊讲美国太空署爱来甲你买螺丝啊，即款的台湾人的做生意的天才吼啊，我感觉咖啡即个例吼是一个不啦百个成功的例一种啦吼，啊，我是咧想啦，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啦吼，啊，毋知影讲，无确实讲即个问题，确实问了对还是毋对，还是讲有意义啊无意义，就是讲吼，为什么咱做台语即个
台湾台语文运动吼，即项代志吼，到今拢也无成功，无真成功啊，无像台湾的产业吼，遐尼安尼成功。当然，台湾的产业有诶是经过40-50档安尼拍拼出来吼。啊，我是咧想咧问啦吼，大胆来问啦，问一个可能无正确的问题，就是讲吼，咱台湾语文，咱知影台语真危机的语言，啊是毋是会当像咱台湾咱台湾人咧拼台湾产业安尼吼？啊，即款的条件啦，是毋是遐个条件会当摕来更大台语文，要救台语文的即个，甲准做一个台湾产业来做的时候，是毋是有适当来问即个问题啦？吼，就咱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讲，来问就是讲，是安怎台湾人的产业会当遮尔成功，百只成功，吼，无共款的产业拢会当真成功来转型，吼，是毋是因为咱台湾人教育水准悬，是毋是咱政府做的政策成功，还是其他条件种种，吼？比如讲，拄则有讲到 AI 啦，是毋是 AI 这个科技伫产业的成功的方面，会当放来咱台湾语文运动的方面，吼，所以这个问题啦，是这个问题。毋知我讲了有清楚啊，无清楚，就是讲，咱是毋是会当甲台湾语文运动这个物件，看做台湾人产业转型这项代志，来甲问看卖，是毋是有安尼有妥当无啦？吼，多谢。哦，这足深足大的问题。主管你毋知要哪回应吼？这其实是一个足大的问题啦吼而且我想这在座各位拢有想法吼我讲我家己的想法啦。结合头拄仔讲的，其实像即马啦，我若伫台湾社会去拄着感觉到，就是讲，可能有的人伊想要学想要学习台语，其实无简单啦吼，无容易因为较无迄个环境。你若是比如讲，若是做一般咱嘛想要讲啥物的时阵比如讲会当有一个大家会当较容易去查，还是讲认识对话吼。较早来讲是较无简单啦，但是即摆若是有 AI 吼，可能看是毋是有人发展讲叫做开讲的机器人啦吼，就是讲因为语言要学习，其实上紧的方式就是爱讲，有人甲你对话吼但是台湾的问题就是讲你真歹去找着，就一般的生活啦吼，可能无遐多有纯台语的一个环境，互大家去认识对话吼。你可能甲你朋友讲几句尾也着搁讲回华语去所以你若是真正想要认识的人像即摆真侪像英语伫台湾已经有发展即款就是 AI 的机器人你会当甲伊认识对话英语若是讲台语嘛是有人会当发展讲有即块会当甲伊对话认识的机器人的时阵，伊可能咧讲话过程当中，伊就搁较会当去思考像我今仔日嘛是有当时讲了无顺的时阵，就是咧想想讲这个要怎讲我拄着想过，可能后摆我咧讲的时阵就顺其实语言的学习就是爱一直讲一直讲我想我家己拄着问题是，我今仔日想要找着一个人甲我顺台语的对话，伫台湾即摆环境可能是较困难，还是讲你特别去找毋是讲我日常当中就真会当去找着有一个人会当甲我去讲话所以若是结合即个现代科技伫即个台语的即个文字，也是讲伊的语言会当用电脑来斗相共互要学的人毋免讲一定要找人电脑来当斗相共，可能会搁较紧因为即摆即个算讲较少年的一代其实伊面对伊的手机还是电脑的时间，比面对真正的人搁较时间搁较长啦所以可能我即辈因为我细汉的时阵，即款像 iPhone 拢还未出来所以搁有机会定来甲朋友甲同学咧讲话即摆真侪人伊已经足少甲人咧讲话但是你若是伫咧电脑顶悬有即款的软体，还是讲安尼的机会会当我感觉
安尼会推动啦吼，可能会搁较互有想要学的人吼，会当去学。啊，另外一个就是讲，当然语言吼，自细汉去培养，我感觉是上好的啦吼。啊，伫台湾来讲吼，就是囡仔人咧看的即款放假吼、卡通啦吼，若是有搁较济即款台语版的吼来看吼，互因看。啊，即摆足侪爸母吼，因其实咧顾囡仔的时阵，伊嘛无法度一直甲讲，伊可能咧无闲诶代志时阵，伊就摕一个像 iPad 啊，是放电视放即个放假互因看。啊，若是有搁较济台语版，因为我印象中吼，我细汉诶时阵啊，迄个日本诶迄个多多罗啦，哦，啥物宫崎骏诶电影，足侪拢有做台语版诶。哦，虽然尾啊听讲迄是盗版诶啦，但是细汉有看迄有趣味，啊，佮拢讲台语，自然就有迄个印象，吼，就会当想讲，讲台语是做普通是拢有当着诶代志，啊，以后就讲落去。啊，像即马囡仔可能，比如讲，我看囡仔足侪拢看迄个即个巧虎啦，哦，啊，若是毋知巧虎有台语版诶无吼，啊，佮较侪即款诶资源，互爸母，啊，互爸母咧教囡仔台语诶时阵，会当佮较简单，吼，佮较容易诶时阵。啊，互囡仔伊若是自细汉，可能伊自这红牙啊，听台语听到6岁，一直听，我想伊应该是会晓讲啦。哦啊，所以互遮诶爸母吼，愿意教囡仔台语诶爸母，有佫较方便诶一寡工具，我想这嘛是有帮助诶啦。哦，这是我诶看法。哦，感谢。真感谢。安尼咱来做100万台讲台语诶机器人。是，安尼是毋是？再先我看你举手，这是袂记放落，还是你搁要搁讲？是嘞，袂记咧放落，袂记咧放落。安尼吼，我讲吼，安尼感谢啦吼，咱6月初8啦吼，6月初8咱搁转来含准员对话啦吼。啊，伊讲的即个话题可能是含会搁煞接讲即个 AI 啦、机器人，若要训练台语啊啥物件吼，我想会较有关联。伊即摆伊要来试论吼，即个商业模式啦吼，就是讲台湾自媒体的商业模式啦。啊，你拄则单位兄你咧讲着讲啊，足侪产业吼，啊小啊来台湾拢变甲诚好吼，啊，咱是咱较台语文较会拢舞袂起来吼。啊，我想来用即个产业吼，诶，即个概念，咱来甲论看卖啊吼。即个自媒体的即个产业吼，啊，要来做会成功无吼？啊，咱6月初8吼，啊，咱则过来含准员对话吼。啊，今仔日咱就到遮，我先甲我即马若要离开的人吼，咱就